大家好，前兩集我講咗緊同咗兩個粵語常用本字，佢哋係由粵語特有嘅縫似講皮嘅方法揾出嚟嘅。今集我繼續講一個用同一個方法揾出嚟嘅常用本字，就係掂啦。掂係用同直嘅，而直又有順嘅意思，所以大凡順利辦完一件事咧，粵語都講搞掂嘅。直嘅又通常都係正，正又即係正，所以粵語指好嘅嘢咧都會講好掂。不過個字就經常借音寫成呢個掂啦。近幾十年北方兩岸受粵語影響，都中意用呢個詞，但係佢哋自認文化比較高，知道寫掂呢個字一定唔啱嘅，所以又自行改成搞定，可謂一錯再錯。喺講落去之前，照舊請大家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。粵語縫似講皮就係好似見風講水、聞鳥講雀呢類。喺粵語度認為係同義嘅字，今集講嘅掂嘅同義字就係直，佢哋幾乎完全可以互相替代，好似打直行又可以講打掂行，直嘅紋路又可以講掂紋，通語反正又可以講橫豎，豎又即係直，橫豎粵語就講橫掂啦。咁咩字既讀掂又有直嘅意思呢？個字就係而家唔多見嘅呢個掂字啦。我哋首先確定呢個字可以讀掂先，廣韻修養上聲可以讀忝。但係粵語逐上作去讀，去聲就同雜韻嘅切音，所以個字根韻書音係讀掂嘅，音無疑問，咁就睇佢個意啦。呢度說文話掂係竹脊，驟睇同直冇關嘅，咁我哋要睇深入啲，究竟掂係乜嘢竹？原來掂係一種又大又長又直嘅竹，因為佢呢個優點就用嚟做竹脊啦。由佢造成嘅竹脊好平正、好正嘅掂就叫好掂。掂有長直、平正嘅意思，而且享負盛名，以後就作為脊嘅代名詞。以後就算唔係再用掂竹嚟做嘅脊，都仍然叫掂嘅。呢度可以見到掂除咗由掂竹製成，仲可以由細葦造成嘅，即係話脊同掂係一物二名啦。所以脊嘅紋理一樣可以叫掂紋。呢個紋字咧係紋理個紋嘅本字。換言之，掂紋就即係脊紋。呢個脊字雖然而家我哋廣東人口語講脊，但係佢其實係讀直嘅，同直係同音。以前文教唔普及，大部分人都係知音唔知字。既然直同掂係一物嘅異名，自然都會以為係同義字。大凡係同義字，廣東人就專門用另一個同義字去表達同一個意思嘅，所以就有縫似講皮嘅現象啦。即係講直嘅時候，同樣可以講掂。所以橫直粵語就講橫掂，縫直講掂，亦都係縫似講皮嘅例子。亦都即係話直同掂係同一個銀仔嘅兩個面。粵語行文咧寫呢個字嘅時候咧，可以寫訓讀掂嘅直，或者用直擬嘅掂。用二聲符寫直讀掂嘅好處咧，係邊個睇你篇文都知你想表達嘅意思。但係用呢個掂咧，就淨係得方言區嘅自己有知你想講乜。在下傾向正音不如正字嘅，所以我傾向寫直讀掂嘅。掂嘅用法，除咗頭先講嘅掂紋、橫掂之外，當然仲有繁直就叫順嘅搞掂啦。搞得好順利就叫好掂，搞得唔好就死都唔得掂。以前食大煙即係鴉片煙啦，有句俗語叫做分橫床吹掂竹，掂竹其實就係即係直竹。咁呢個字寫翻竹掂嘅掂，大家都係明嘅，因為都係用一隻竹。另外仲有時會同個當字連埋嚟用嘅，講掂當，因為直由當也。由此可見，本來係直嘅詞咧，都會講成掂嘅。好啦，要用本字寫文嘅人咧，最後有決定權嘅。要用竹掂個掂嘅話咧，最好就加翻個備註，寫取義於直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覺得有得着嘅就請按讚、訂閱同埋廣傳。拜拜。